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係個漏水狀況。成個牆啦，咁呢度會有水泡啦，落雨嘅時候呢度係。跟住然之後，呢啲咧就係佢又冇去到，佢就係自己咁樣慢慢變出嚟，但係冇出水啊嘛。係。OK， 發生咗幾耐到咧？大約就得，即係斷月啊、斷年啦，定係點嘅形式？我諗係月喎，但係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，要問下我太太。唔緊要，後補。OK。住咗一段時間嘅呢度。住咗一段時間㗎。OK。之前曾經試過整好過嘅。係。整咗啲乜嘢咧？淨係整呢度。唔係，佢係上面咧發覺嗰個地嗰個防水啦，係啦。防水去整過，有少少漏，跟住整過一次啦。跟住然之後油咗少少防水去啲牆度。係。OK。除咗呢度，仲有冇啲其他你覺得異常啲嘅？喺呢埲牆咯，不過佢即係有啲位未必睇得到啊。唔緊要 ，OK 㗎啦。係咯。OK。紅外線顯影下，漏水無所遁形，確認漏水位置再進行工程，先可以真正解決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，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。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。如果唔係，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292。